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出租爸爸。今日又講 I hate Apple， 討厭 Apple， 希望佢哋改。大家留言多啲聲音，等佢哋聽到。譬如話 iMovie 入邊，我求其揀一個影片啦。我做完，譬如話我做完編輯啦，我 edit 好晒啦，我要輸出。咁咧，我又要完成啦。跟住呢度撳呢個箭嘴輸出，咁我輸出影片咯。咁我就儲存影片啦，整佢個掣，佢度輸出第一太慢啦。第二，如果我出咗去用第二個 Apps， 譬如話 Google Drive 咁啦，我翻返 iMovie 喎，佢話俾你聽分享失敗，即係儲存唔到，因為佢必須要在前景。點解你個 CPU 咁強勁，你個 processor 咁強勁？你一定要係前景先做到。你 Android 手機唔係噶嘛，好多 Apps 喺背景佢慢慢輸出係冇問題噶喎，剪片嗰啲呢個一定係前景。點解咁低能？除咗呢個係有呢個問題之外咧，譬如話我而家去YouTube 咁啦，佢又係要前景佢先 upload 到上去嘅。YouTube Studio 又係真係好低能。咁我希望大家留言多啲聲音俾佢聽到，呢樣要改。點解逼人一定要喺前景先可以輸出？另一個問題，唔知你哋有冇？譬如我做啲好簡單嘅 edit， 我淨係加一個畫面，想遮住一啲敏感嘅 information， 咁啊成段影片輸出咧係超慢嘅，慢到係冇朋友接受唔到嗰隻嘅，短短幾分鐘都好慢嘅。如果係同樣問題，大家留言，我哋將我嘅聲音傳俾 Apple， 希望佢會改。白痴 Apple， 雖然我都幾鍾意你，係咁啦。影片幫到你，點讚、訂閱跟分享，麻煩各位，多謝大家，拜拜，下次再見。